如果住嘅地方有一個好開揚嘅景觀，但係又唔使上到半山，你又會唔會考慮呢？而家係中午嘅1:35。如果我住嘅地方可以擁有咁充足嘅自然光線，我覺得住落去都會幾舒服。而我哋今日參觀呢個3房一套單位，除咗可以望到我後邊尖沙咀方向嘅維多利亞港之外，仲可以望到東邊啟德 CBD2。喺大門口嘅旁邊可以安放返一個鞋櫃，而大門正前方就係廚房嘅部分。喺個廚具組合上亦都保養得非常之新淨。客飯廳係長方形嘅佈局，除咗露台位置之外，旁邊都有落地玻璃。單位嘅採光係非常之充裕。去到露台望返出嚟，可以望到部分嘅維多利亞港同埋九龍區，有一種居高臨下嘅感覺。而浴室係乾濕分離嘅企缸設計。嚟到走廊，先嚟睇第一間睡房。睡房連接住工作平台，間隔上亦都簡簡單單。最重要，我哋嘅景觀可以望到跑道啟德 CBD2。而另一間房間，記得要善用埋窗台嘅部分，加上有對流窗，增加返空氣上嘅流通。其實可以幻想下每一日起身都望住咁靚嘅景觀，心情亦都會唔錯。最後嚟到主人套房，經過走廊之後，首先就會嚟到浴室，活動窗加埋乾濕分離企缸，冇諗到浴室上都保養得咁新淨。好啦，影片就分享到呢度啦。如果你有興趣，記得聯絡我嚟參與個單位啦。呢個單位真係好靚。